大甲马甲白沙屯马祖绕境已经确定延期啊！目前正伫绕境，这个同龙德宫4马会嘛，将行程缩短为6天5暝。回銮的是伫台中同一国中的体育馆就带1暝，不过即马就民众咧烦恼讲，将近100人伫体育馆内面困做伙，有可能造成防疫的漏洞。庙方强调讲，除了落实量体温要大进前甲因大了后呢，会针对这个体育馆彻底消毒甲摒扫，而且因大的时间是伫放学了后，香客袂甲学生有接触。透早4、5点，香客已经离开因困的体育馆，公庙成员开始消毒摒扫。除了涂口喷药啊，各用透过漂白水、漆铁门、便所等等，香客有可能忘掉的所在。一般的话都打开，只是我们为了那个，我们都会消毒。桃园龙德宫4马会因为武汉肺炎疫情，为8天4暝缩短为6天5暝。回銮的是伫台中同一国中100多人，直接过1暝，为了无要造成防疫漏洞，庙方分2摆消毒。这一栋就是再加强，前面我们环保组打扫过，它已经用酒精，那我们等一会还是要用我们这个有一个灭菌液，那是灭菌的。但个国中讲，租约伫半冬前就签好啊，当时无想到讲会有疫情，不过因应武汉肺炎，医院要求香客伫放学了后才会使入去校园，而且有专门的动线，袂甲学生有接触。香客伫透早4、5点就离开，加上过顶工是连假，所以讲袂影响到学生的上课。